傻乎乎的男人正准备和美女探讨昆兹的来历，殊不知在隔壁房间，奇魁组织中的变种人正在利用高科技窃取他手机里的资料。而得知窃取成功后，美女立刻换了一副嘴脸。奇魁是一个由变种人组成的组织，其隶属于英国政府旗下的特殊部门。组织会从小培养那些天生有异能的孩子，可还有一伙人也在暗中打着变种人的主意。他们利用不同风格的画作来区分不同能力的变种人，通过拍卖的方式进行售卖。而此时莫妮卡利用窃取的资料，伪装身份混进了变种人贩的拍卖行，成功让他结识了这里最大的卖家。之后他暗中监控着他们的整个交易过程，在财团的眼里，变种人就是用来换钱的商品。与此同时，奇魁组织中的文员爱丽丝也被变种人贩盯上了，就连上司琳达打来的电话，爱丽丝都没有听见。惊慌中，爱丽丝选择了进入地铁站，那里人员密集，有隐藏的空间。不过眼看对方越追越近，她也是慌的一批。幸亏爱丽丝的同事及时出现，趁此时机，她躲进了地铁，没发现异常，她才长出了一口气。结果下一秒，停尸房苏醒的男人突然冲进了地铁，这下爱丽丝又成了待宰的羔羊，只能尽量的躲避。而孪生四人组的另外2个同事出现，将对方牢牢控制住。地铁到站后，爱丽丝飞快的下车逃跑，但还是被另一个变种人贩用麻醉枪击倒。上前查看，竟不是爱丽丝本人。原来在下车前，爱丽丝就与同事互换了衣服。此时她早已经成功的脱身，回到奇魁总部。康拉德质问爱丽丝，为什么卢加特会对一个没有异能的文员感兴趣？其实爱丽丝比他更想知道真相，因为一场意外，她被人抹去了记忆。醒来时，身边躺满了尸体。为调出幕后之人，爱丽丝没有公开失忆的事。随后，爱丽丝私下去见了要抓她的人，并问出了自己的疑惑，而对方却向她承诺，只有加入卢加特才能发挥出他最大的威力。爱丽丝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如此了解自己的行踪。Find that you're over without a kiss goodbye. All of them. 一头雾水的他更急切地想找回记忆，于是潜入医务室想查看自己的就医档案。可惊奇地发现，一切有关自己的档案都被人加密涂鸦了。另一边，莫妮卡跟踪贩卖变种人的押运车，在一处路弯堵塞路段，竟然看到变种人逃跑了，而2个押送员也被变成了傻子，甚至都不记得自己姓什么。此时，奇魁的组长琳达也在关注着变种人逃跑的新闻。然后抽屉里的手机收到短信，是逃走的变种人发来的，想约他见面。但逃走的男孩在暗中看着琳达，却迟迟不肯现身，这又是为了什么呢？原来手机的真正主人并不是琳达，所以纳奇姆才没有出现见他。不过纳奇姆似乎对琳达来说很重要，他会用尽一切办法找到对方。但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纳奇姆居然找到了爱丽丝。起初爱丽丝不想搭理他，直到他说出了一个关于对方的秘密。这句话彻底让爱丽丝大吃一惊。